秀林乡公所于109年7月17号至10月17，在本乡木谷木鱼旅游咨询中心办理木谷木鱼部落创新工艺展，特别邀请哈娜编织工作坊、祝尼编织工作坊、原木一生鲁道原创工作坊办理联合策展。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活络工艺产业发展的效益与能见度是本所近年来主要的施政方向之一。感谢3位部落工艺师的协助，借由他们的工艺品展示，彰显本乡工艺产业的内涵。又看到一些比较奇特的木头，把它修饰一下，哇，再把它装饰，哇，这个感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很有 feel， 很有感觉，就好像想到小时候跟八爷八给住在一起的时候，看到眼睛半梦半醒，看到那个灰色的灯，那个所谓的火光。在庆典上，为了传承文化，都会穿着我们太鲁阁的族服来参加我们的祭典，尤其很受外面的那个客人欢迎。主要最重要的是，我要把我们德古的作品，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我要一直连续下去，不然的话就断掉就没办法了。对，为了要传承德古的那个作品出来。本所借由3位不同风格的部落工艺师的作品，连续3个月在木谷木鱼旅游咨询中心展出，期望能够在鼓励部落族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让太鲁阁族先祖的山林智慧结晶展现在主流社会面前，进而达到文化产业推广与行销的多重效果。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